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4，以弗所书6章18节安尼讲：就靠信心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。就不时警醒，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就靠信心专心祈祷，不时警醒为信徒祈祷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我用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，要来尊重甲学习你至圣的名，主啊！因为你是掌管万物、人民万人的疼痛天父，主啊！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，互阮搁好，互阮通伫任何时刻健康中，拢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向你呼求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重新看重祈祷的困难，互阮明白，祈祷毋是最后的选择，乃是阮4秒中最要紧、最优先的呼吸。主啊，求你互阮，无论伫顺境甲逆境中，拢通向你呼求，因为阮靠着信心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，也着不时警醒，时常为信徒祈祷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